1000尺大宅布滿掌印，浴室浴簾鐵管上面就係8歲同埋4歲嘅小朋友俾領呔纏頸吊死，成間屋都靜得好可怕。去到地下儲物房，打開個儲物櫃，哇！一個女屍跌咗出嚟，一幕幕駭人聽聞嘅畫面，一單聞者傷心、聽者流淚嘅滅門慘案。呢個43年前大埔康樂園3屍命案嘅單位，如今再次易手，拍賣開價1180萬，尺價7393蚊，比附近新成交嘅單位低於40%，尺價相當於同區未補地價居屋，甚至比深圳嘅樓仲要平啦。上述單位現由中誠拍賣行進行拍賣，實用面積1596平方尺，開價1180萬，尺價7393蚊。從拍賣行公開單位室內相片可以見到，內籠市正新淨，設計簡約舒適，可以一買即住啊！據了解，單位自1982年命案發生之後，曾經多次易手，直到2004年，即係目前業主以888萬買入持貨至今。若果以開價拍出，呢件近乎係沙士貨嘅帳面，賺292萬或者超過3倍啊！翻查資料，康樂園近期同類成交單位係第12街單號屋，同樣實用面積1596平方尺，成交價1980萬，尺價12406蚊。目前開價較新近成交價低於40%啊！綜合資料，1982年過咗秋分幾日，30歲出頭嘅羅星賢成為上市公司董事之後，獲公司安排入住大埔康樂園獨立屋。當日佢揸車翻屋企，發現屋企大門竟然冇閂，屋入邊本來應該有老婆仔女，但係鴉雀無聲。一步一驚心，去到浴室嘅時候，發現寶貝仔女被吊死，再去儲物室打開儲物櫃，老婆嘅屍體竟然由櫃入邊跌咗出嚟，慘絕人寰啊！後來經警方調查，拘捕32歲泥水工人姜善志，佢曾經幫受害人裝修上述單位花園，知道女死者每逢朝頭早11點前都會揸車送仔女返學，於是就揾一日趁佢哋出外嘅時候偷偷入屋爆竊。點知估都估唔到，當日女事主遲咗出門，撞破佢嘅惡行，兩人糾纏，姜善志以電線勒死對方，之後連2個小朋友都唔放過，再以領呔纏頸製造自殺假象，最終姜善志被判終身監禁。當年主審法官黃建秋斥責姜善志滅絕人性同埋冷血，佢嘅行為難以用筆墨嚟形容，必須同社會完全隔離。唔知你又夠唔夠膽買呢間屋呢？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